年5月，歡迎收睇《龍遊軌跡》。遊泰國又點可以淨係停留喺曼谷？今次揀嚟闊別咗16年嘅清邁，即管睇下呢個山明水秀嘅地方，同16年前究竟分別大唔大？1年幾日展開清邁之旅，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幫我訂閱、分享、留言。Make sure you subscribe， subscribe like comment everything my guy。眼前呢條四方護城河就係清邁嘅 icon。清邁同埋清萊同樣係蘭納王朝嘅首都，已經超過700年歷史。一帶嘅古廟亦都大多採用蘭納王朝嘅建築風格。產業方面當然以旅遊業為核心。而清邁更加結合咗手工藝，例如銀器、木雕；而清萊就另外主打農業，例如茶葉、咖啡、荔枝等等。清邁交通多數以的士同埋 Grab 為主，每日亦都有多班航班往返曼谷，由機場往返市區非常之方便。而市區亦都有大部分旅客需要嘅用品。入夜之後仍然燈火通明。食物方面，除咗傳統嘅泰北菜、日式料理之外，亦都有新派嘅泰菜俾大家選擇。旅行團嘅 agency 亦都係成行成市。呢條影片將會介紹清邁嘅新派美食、城內觀光同埋往返清邁清萊嘅旅行團，感受下16年前後嘅分別。酒店方面同16年前一樣，揀咗呢間阿姆蘭，而家馬上做個 room tour 先。房間以簡樸為主，空間唔算細，1至2個人住已經係足夠。今年5月到訪，平均每晚都係大概30英鎊，算係經濟實惠。亦都有游泳池同埋洗衣服務，不過景觀方面就唔好太大期望。地理方面，距離清邁機場大概10分鐘車程，方便自己出入或者旅行團 pick up。衛生環境亦都係 above average 嘅。首先介紹下清邁城內行人點樣過馬路，見到紅燈嘅時候喺對面馬路撳呢個掣，然後黃燈會亮起，再等多一陣佢就會轉做綠燈。行程首先嚟到盼道寺，呢個名字有2種解釋，一個就係設置熔爐鑄造佛像，另外一個解釋就係喺呢度做1件善事等於1000倍。不過我就覺得要問下外星人先知啦。最值得欣賞嘅就係用柚木打造嘅主殿，佢本身係蘭納王朝嘅皇家寶座廳，去到19世紀先至改建成寺廟，直到現在仍然係清邁保存得最完美嘅木造主殿。另外值得留意嘅就係旁邊金碧輝煌鍍金8角形佛塔。如果正值水燈節，呢個地方亦都會有相關活動。寺廟外面亦都有一連銅鐘配上紅色雨傘同綠色嘅背景，形成強烈對比。信徒可以喺呢度敲一下鐘代表祈福，不過我就絕對唔會咁樣做，因為我已經同任何宗教劃清界線，所以亦都唔會踏入佢嘅主殿。其實大家見到呢係唔需要入去都望到嗰個環境嘅，咁所以如果好似我咁唔想進入宗教場所嘅話呢，咁其實都可以嚟睇一睇嘅。如果配備咗一支遠攝鏡，你就可以唔入去又可以參觀到啦。清邁古城另外一座宏偉建築物同樣出自蘭納王國嘅柏營寺。柏營寺主要供奉嘅就係來自斯里蘭卡嘅獅子佛像。柏營寺亦稱獅子佛寺，由蘭納王朝第5代國王所興建，亦都成為蘭納王朝嘅建築典範。木造大殿擁有精緻嘅蘭納多層式屋頂，配合複雜嘅木雕同埋金箔裝飾，單係睇外觀已經值回票價。點解我咁講？因為我又係唔會踏足裏邊嘅。不過以我所知，裏邊亦都有唔少嘅壁畫係描繪咗古代蘭納人民生活嘅故事。呢座佛廟嘅佛像亦都有一個傳說，1500年前本身由斯里蘭卡運抵泰國，但係船隻因為風浪而沉沒，但係佛像卻奇蹟漂浮到泰國，因此被視為清邁嘅守護神。每當泰國新年，亦都會被隆重請出佛廟參加新年出遊。柏營寺呢度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好處，就係寺廟範圍外有一個非常之空曠嘅地方，就算你唔進入寺廟或者唔進入任何需要守禮教嘅範圍，亦都有好豐富嘅文化建築可以參觀到嘅。
去到呢度又係一啲有禮教嘅範圍，亦都有職員提醒旅客有關嘅禮教，所以大家要諗清楚係唔係繼續前進啦。後邊呢個範圍係寺廟嘅花園，亦都係一個有禮教嘅範圍啊。咁所以呢，我就唔會進入去啦，因為呢，我就唔會 endorse 佢哋呢一種禮教嘅。嗱，乜嘢叫寺廟範圍就好清楚啦，進入咗大門就係寺廟範圍。至於寺廟花園嘅範圍呢，其實以我所知就按地下嘅顏色去區分嘅。灰色呢個地方就係外面，紅磚色或者草地呢個地方呢，就係裏邊，即係呢，我唔會進入嘅地方。希望我冇分錯啊！寺廟花園另外一個入口亦都有相關嘅提示，有紅磚嘅地方應該就係寺廟花園範圍，而外邊灰色嘅地方就係行車路段。最後經過柏營寺嘅藏經閣，白色嘅磚石基座上邊有防潮同埋防蟲患嘅作用，呢個地方亦都被視為清邁最神聖嘅圖書館。跟住到參加 local tour 嘅時間，一連2日喺酒店附近一間名為 M Hotel 嘅大門等旅遊車嚟接送。今次參加咗2個旅行團，都需要大清早起身同埋需要體力嘅，所以如果有長者嘅話就未必適合啦。呢2日都不約而同係參加咗 Wendy Tour 嘅旅行團服務，2位 tour guide 嘅英文都尚算可以，而且好細心咁樣講解每一個 attraction。一大清早由清邁嚟到清萊，其中一個目的地就係新咗呢座白廟，即係白龍寺，糅合咗藝術同埋宗教，亦都係清萊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 icon， 因為佢將寧靜同埋震撼結合咗一齊。白龍寺入口處最吸引到眼球，首先就係呢個煙灰缸同埋呢個洗手盆。骷髏骨頭上面係寫住武漢肺炎嘅，再加上其他科幻色彩嘅擺設，亦都融合咗泰國文化，令我覺得置身於漫畫《銃夢》裏邊嘅感覺。希望有生之年見證到更多科技發展。呢個地方係宗教場所嚟嘅，同埋咧亦都有一啲俾女士嘅禮教。不過咧，我就並不打算去 endorse 佢，所以我就去到呢度止步，並唔會入去嘅。不過就算旅客留喺外圍，其實都可以參觀到白龍寺嘅大部分範圍。所謂外圍其實喺馬路邊劃分咗一小段作為行人路，連個 traffic cone 都相當之有風格。啱啱發現到呢個雪糕台同埋我健身係非常之襯嘅。清萊白龍寺又稱白廟，係一座糅合咗宗教同埋現代藝術嘅夢幻之作。白色喺佛教裏邊代表智慧，再配上精緻嘅雕琢，成為清萊嘅 icon。最震撼嘅就係呢條輪迴橋，橋下滿布地獄之手，通過呢條橋之後，先正式脫苦海，到達天堂。等於失業咗一段時間之後，終於揾到工嗰一種心情。而我喺外圍都勉強影到少少所謂嘅地獄之手，不過只要有工作，一切都不再恐怖。白龍寺嘅建築細節極其精緻，多層次嘅藍蠟式屋頂，再加上複雜嘅浮雕同埋神獸，每一處嘅手工都係驚為天人，巧奪天工。外圍同埋屋頂大多都係採用咗無數尖銳細長白色嘅火焰狀雕刻，創造咗銳利嘅視覺效果、向上嘅動感同埋神聖嘅氣勢，代表咗人類由人間升上天堂嘅過程。不過詳情又要問下外星人啦，相信。到底外圍有咩好處？第一就係可以有位置 set 到腳架，亦都可以喺一個裏邊影唔到嘅 angle 去拍攝。俾大家睇下寺廟外邊嘅行人路係咁闊嘅，留喺寺廟外其實已經有足夠嘅空間俾你影相，甚至好似我而家咁樣 set 埋腳架，因為有一條好闊嘅行人路，亦都冇乜人行嘅。而且我再配備呢支 Canon 嘅長鏡，其實可以好清楚影到同埋到建築物上面嗰個雕刻上面嘅層次嘅都。以我而家呢個距離同埋位置嘅為例啊，如果你係入咗去，但係你又落唔到草地嘅話，基本上係影唔到呢一個畫面嘅。跟住到神話傳說部分，天堂嘅守護者叫做羅優，
本身係印度教嘅阿修羅，之後俾佛教吸收，成為重要天神之一。當靈魂走過輪迴橋之後，就會嚟到天堂之門。天堂之門有兩尊守護神，一尊代表死亡，另一尊就係羅丘。羅丘就喺呢度負責審判亡者嘅命運，決定邊一種靈魂去先進入天堂，而邊一種靈魂要繼續輪迴。至於人類死後有啲乜嘢機制，又係要問下外星人先知啦。不過呢一刻為止，我認為人最緊要呢就係準時返工，爭取你人生嘅成績同埋業績。從經濟同埋政治角度考慮，堅持返自己嘅生活態度。跟住嚟到清萊嘅藍廟，藍色代表智慧，再配合以老虎做主題嘅裝飾，充分表現到蘭納王朝嗰種藝術氣息。同白廟一樣，我就唔會入去嘅，我就冇針對佛教。雖然佛教係帶俾我一個好可怕嘅，但係所有宗教我都係一視同仁，就係唔會為咗旅遊觀光而來進去 endorse 你哋嘅教義，遵守你哋嘅教規。對上一次2018年就入咗希臘嘅天空修道院，嗰次之後就覺得呢種做法極之不對路啦。藍廟嘅歷史比較短，大概只有100年左右，本身已經係一個荒廢咗嘅地方。但係有一日，村民竟然見到老虎出現，並且靈活跳躍，所以就稱呢個地方為老虎之溝。最後喺90年代中，決定以老虎為主題，重建呢一座藍廟。如果大家同我一樣係不會內進佛廟嘅話呢，就認住地下嘅顏色啦。白色嘅部分就係廟嘅範圍啦，咁而灰色嘅部分呢，其實就係行車路線兼行人路嚟嘅。咁我呢，就會逗留喺灰色嘅地方。守護住藍廟嘅就叫做拿加龍神。根據網上資料，藍色代表智慧，而金色就係代表慈悲。一間嘅藍廟就好似藍寶石同埋黃金兩者交織底下形成嘅強烈視覺對比，而藝術同埋手工方面亦都可以同白廟分庭抗禮。守護住藍廟廣場嘅就係呢兩座夜叉天王，亦都負責因果記錄。滿布藤蔓雕刻代表住天界同埋深海之間嘅中立。仲有烏巴托尊者許願池，中間嘅白色佛像亦稱為蓮花佛。神話裏邊佢係喺海底修行，並且有能力帶來財富同埋好運。主殿裏邊係可以拍攝嘅，但係由於我自己不會進入主殿，所以我喺場外用遠攝鏡拍攝呢個鏡頭。跟住嚟到黑屋，由於並非宗教場所，咁所以我決定入去嘅。俗稱黑屋嘅地方，其實被稱之為班丹妙斯啊，收藏住泰國國寶級藝術家塔旺嘅藝術品，係清萊嘅另外一個藝術聖殿。外觀以柚木再配上深沉嘅黑色，製造出一種原始感覺。藝術品多以動物做主題，例如壁畫、鱷魚皮、牛頭骨、水牛角、蛇皮、各種野生動物嘅標本等等，營造咗一種原始亦都略帶神秘色彩嘅暗黑氛圍。表面上嘅主旗就好似獵旗一樣，但係藝術家亦都係希望透過一種震撼嘅視覺，將自己對生老病死輪迴呢一種循環機制嘅感覺透過實物呈現出嚟，講如探討緊文明同埋野性之間嘅哲理一樣，亦都存在住一種深度嘅藝術對話。不過睇完之後就要盡快回到經濟體系競爭啦，畢竟返工先係我哋嘅人生。跟住第二日再出發去恩他龍國家公園，但係先嚟睇呢個咩考瀑布先。咩考瀑布主要由多階梯式岩石組成，高度大概為30公尺，周邊係熱帶雨林同青苔翠綠嘅植物交織一齊，空氣清新，郊外仍然睇到傳統嘅村落，就好似一幅天然嘅水彩畫一樣。然後再去欣賞另外一條更加氣勢磅礴，名為瓦切拉坦嘅瀑布。呢個瀑布呢，其實我16年前係嚟過嘅，咁而家仍然係咁氣勢磅礴啊！呢條瀑布大概高80公尺，
震撼感來自水流喺懸崖頂端直衝而下，發出震耳欲聾嘅聲音，同16年前見到嘅畫面完全一致。然後走入一條健行步道，欣賞高山雲霧、茂密嘅森林，以及泰國郊區嘅原始景色。但係有一樣嘢要注意嘅就係，雖然係夏天前往，但係呢個範圍嘅氣溫可以係低至攝氏11度嘅。而亮點就係踏足泰國最高峰，亦都有泰國屋脊之稱嘅地方。旅遊車先停喺呢度，旅客將會轉乘由國王皇后雙塔花園安排嘅雙排車，亦即係話你搭上雙排車嗰一刻已經係踏入收費範圍。嚟到闊別咗16年嘅因他龍國家公園，佢係以清邁最後一個國王命名喺1972年建成，而呢一個地方咧主要就係睇國王塔同埋皇后塔嘅。呢個地方正式嚟講叫做國王皇后雙塔花園，國王就係拉瑪九世普美鳳，而皇后就係斯麗吉皇后。國王塔以深中式為主，塔內壁畫主要係描述佛教哲理同埋國王一生貢獻。國王塔下以至整個雙塔花園亦都種植咗不同花卉，並且整齊修葺。如果有機會搭上觀景台嘅話，更可以欣賞層層山巒。皇后塔以紫色為主調，塔內壁畫以佛教傳說為主題。兩塔並立於山頂，代表國王皇后相輔相成，並且表達咗雙方嘅深厚感情。剛才問過 AI， 亦都同拖街確認過，國王塔同埋皇后塔裏邊係宗教場所，出邊咧就並非宗教場所。但係佛教嘅氣息非常之濃厚，而且佢係有禮教嘅，而呢啲禮教亦都係針對住女性嘅，所以咧我就唔會入去 endorse 佢啦。所以今日嘅行程亦都係去到呢一度止步。睇埋佢個 Lotus 呢個地方係有宗教活動進行嘅，所以不論佢是否官方嘅宗教場所，我都不打算繼續前進啦。不過如果各位觀眾係女士，又着咗短褲嚟，又想入內參觀，又覺得 endorse 佢哋嘅禮教冇問題，就可以喺呢度租一套圍巾，然後入內參觀。相信大家見我介紹清邁之外，亦都多次重複唔會進入宗教場所，呢一個係我人生嘅底線嚟嘅。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唔係屬於嗰個宗教，你唔應該因為旅遊好奇而進入宗教場所，從而 endorse 佢哋嘅教規同埋教義。而對於我哋呢啲擁抱自由思想嘅人嚟講，亦都覺得有唔少宗教嘅教規同埋教義係違反人權同埋同我哋有衝突嘅，所以我係好壓略邊啲地方係宗教場所，邊啲唔係。食翻串魚肉燒賣，我5年未食過啦，然後就坐翻雙排車離開。去泰國又點可以唔行夜市？首先嚟到呢個叫做 Anusa 嘅夜市，賣嘅產品都主要係日用品，環境方面比較昏暗，氣氛亦都唔算好熱鬧。產品方面，我自己認為就係一啲比較老舊啲嘅產品，大多數應該係針對翻本地人嘅生活需要，遊客方面就未必非常之合適啦。如果想當體驗下本地人生活嘅話，其實呢個夜市都值得嚟。亦都嚟咗清邁大學夜市，呢個夜市嘅範圍比較大，所以未入黑就嚟到啦。一入場覺得個氣氛非常之年輕有活力，有多間售賣年輕人服飾嘅店鋪。如果你想選購吉他嘅話，亦都可以嚟呢度觀摩一下。清邁大學夜市其實亦都幾平民化，所以亦都有其他生活用品。呢個 area 主要售賣一啲來自日本嘅古董玩具，亦都有一啲日本嘅擺設、食具、碗碟等等，每個角落都係各色其色。室外嘅地方主要售賣服飾，但係亦都有一啲二手用品同埋文創小品，應有盡有。然後去到一個室內嘅 section， 主要有首飾店、電話店。如果電話有配件需要，可以選擇嚟呢度購買。亦有潮流用品，我自己就幾中意呢款透氣通爽嘅 T 恤。清邁大學呢個夜市其實成個氣氛呢都係相當之有活力嘅。不過呢，今日就因為係閒日，咁所以個人流呢會比較少啲嘅。但係我相信星期日呢係會非常之熱鬧。然後就嚟到清邁大學嘅美食區，右手邊係一啲設有特定座位嘅食肆，同其他夜市一樣，亦都有美食攤檔。
我自己就中意行完一圈之後先至決定去買邊幾種食物嘅。眼前呢個攤檔就係來自台灣售賣愛玉冰系列飲品嘅。啱啱買完食物就落起大雨，好彩清邁夜市呢度都有一個範圍係室內有瓦遮頭嘅，亦都係一個 common area 可以食任何喺夜市度買到嘅食物。今晚我選擇嘅頭盤就係醃製生蝦同埋三文魚，加埋蒜頭片，十分之醒胃。亦都有包住粉絲同埋肉碎嘅泰北香腸，亦買咗一杯台灣奶茶。而呢種奶茶嘅特色，佢係加咗愛玉啫喱喺裏邊嘅。呢個 common area 裏邊亦都有一啲檔攤，我自己就點咗一個豬手米粉。米粉彈牙爽滑，仲竟然配上咗我幾年冇食過嘅蘿蔔。然後我將海鮮醬混入咗呢一碗豬手米粉上邊。海鮮醬除咗同豬手匹配之外，亦都好容易 attach 到喺米粉上邊。之後再點咗一碟生蠔媽媽麵。咁其實我就叫咗呢落少少辣，因為呢近年嗰個胃部呢已經有一個警號叫我唔好食咁多辣嘢啦。咁但係睇個色水呢，似乎唔係好樂觀啦今次。不過好彩，最後食落去嗰個辣度係可以接受嘅。其他清邁美食包括眼前呢一間名為 Blue Noodle 嘅牛肉粉店，湯底非常之清甜，亦都有燉牛肉、牛肉丸、嫩牛肉多種牛肉俾顧客選擇。另外一種特色就係牛肉粉，佢係用一個藍色嘅盤嚟盛載，湯底亦都係分開盛載，客人可以按自己嘅喜好去調節份量。我自己就點咗呢味雜錦牛肉粉，即係包括晒牛嘅每一個部位，而每一個部位都係爽口彈牙有口感，而且預先醃製嘅。亦都想講下呢間叫做 Papa Grill 嘅食肆，特色在於佢有一個露天嘅範圍，可以俾食客一邊食晚飯一邊欣賞清邁嘅夜景。天氣太熱，即刻點翻一杯凍飲先，清甜嘅感覺過後，馬上就食主菜。主菜方面揀嚟甜酸醬芒果沙律配炸鱸魚，魚身炸得均勻，而且鬆脆嫩滑，而配合芒果就剛剛好抵消咗炸魚嗰種熱氣，甜味、酸味同埋魚味同時喺個口腔裏邊滾動。呢間店有唔少嘅泰菜都係標榜咗用澳洲牛肉嘅，包括呢味溝水。溝水即係泰北麵，麵身一半煮腍一半酥炸，多數係配雞肉或者牛腩。今次配澳洲牛的確係有特色，而且咖喱汁好容易滲入到牛肉嘅裏面。呢間食肆除咗露天範圍之外，亦都有半露天或者室內範圍俾顧客選擇。另外一間名為溝水拉拿嘅食肆，亦都係主打泰北牛肉麵。牛肉方面，店家聲稱佢哋係採用咗和牛，不過我自己食落就好似廣東打邊爐嗰種肥牛肉一樣。咖喱汁方面，亦都可以為客人調節不同辣度。跟住嚟到一個叫做 Canton Elephant Sanctuary 嘅地方，主要係觀察大象生活，近距離接觸，不過就冇騎乘環節嘅。我記得我第一次玩象呢，就應該係1986年喺布吉，跟住就喺香港嘅荔園啦。大象由專門飼養嘅人帶出場，跟住遊客就負責將甘蔗餵俾大象食。今次其實係參加咗一個半日團，呢個地方距離清邁市中心少於1個鐘頭車程。呢度嘅大象其實曾經喺馬戲團演出過或者提供過騎乘服務。而家就嚟到呢個保護區享受退休生活。透過講解員提供嘅資料，原來年紀最大嗰隻象已經係去到77歲。佢哋每一隻都係生活得精神奕奕，所以我其實用眼球呢係分唔到佢哋幾多歲嘅都。呢度啲象呢，咁同寵物一樣，每隻呢都有佢個名嘅。性格方面亦都同人類一樣，有外向有內向。所以如果見到內向嘅大象就唔好過分打攪啦。大象嘅食糧有好多種，竹葉就係其中一種主要嘅食物啦。
餵食甘蔗嗰時，大致上都係食得比較斯文嘅，但係食竹葉嘅時候就食得非常之進取啦。竹葉係佔大象嘅食糧大概一半，每日每頭大象咧其實要吸取近80公斤嘅新鮮竹葉嘅。餵食期間亦都有飼養人員從旁協助，所以各位旅客即管盡情將竹葉餵俾大象，但似乎有幾隻象就仲未食飽，要再食草補充能量。然後就到重點環節，就係睇大象沖涼。旅客亦都可以參與其中，而紅色衫嘅飼養人員就會為旅客提供指示，確保一切安全。總結嚟講，呢個 Sanctuary 主要大象踏足嘅地方都係泥地，而且泥土比較濕潤，所以建議各位旅客係穿着一啲底部比較厚同埋易清洗嘅鞋去前往呢個地點活動。如果同行有朋友係唔中意踏足泥地嘅話，呢個活動就未必適合佢啦。我每到訪每一個城市都中意參觀佢哋嘅商場，去了解一下當地人嗰個生活脈搏。今日就嚟咗黎曼區嘅地標 Maya Shopping Mall， 北歐風格亦都融合咗時尚同埋文青嘅感覺。佢喺2013年正式開幕，而佢嘅原址係另外一座老舊嘅商場。我記得自己16年前就嚟過啦。不過呢個商場俾我驚喜，因為有一個懷舊品牌 Lee， 90年代佢係同 Levi's 分庭抗禮嘅，亦都有另外一個品牌 Harley Davidson。眾所周知佢係出電單車嘅，但係喺90年代香港，佢亦都係一個一時無兩嘅服裝品牌。當時嘅 icon 就係金屬皮帶扣，我都買咗一個由90年代一直保存到而家。T 恤嘅設計亦都相當之出色，不過今時今日嗰啲服飾嘅設計我就覺得略為普通咗一啲，但係價錢非常之昂貴，所以我自己都係行埋去打張卡就算啦。去到頂層最值得大家嚟光顧嘅就係呢個手工藝品區，林林總總獨特設計嘅工藝品成為清邁產品嘅另外一個 icon。唔好以為我咁快就去咗日本，其實我仍然喺清邁身處 Maya 對面一個叫做 Theme Park 嘅地方。如鏡頭所顯示，呢個地方行日本風格。呢條斑馬線同埋紅綠燈咧係假嘅，遊客可以隨便喺呢度打卡，係唔會有車行嘅。隔離就有一個充滿日本酒場特色嘅小廣場，周邊就係不同種類嘅日式料理。由於呢個地方環境獨特，別具心思，所以泰菜同埋日本料理之間，今晚選擇咗日本料理。食肆嘅名叫做 Sakariki 432，係由2002年喺大阪創立嘅。點咗一客有日本水準嘅鰻魚蛋飯同埋提子味巨型阿薩希啤酒。呢客鰻魚飯雖然份量比較少，不過微軟焦香，加上油亮光澤，一邊食一邊聞到炭火香，好似就係置身喺日本一樣。而軟滑嘅玉子燒亦都同鰻魚完美融合。選擇呢間日式食肆嘅另外一個原因就係睇中咗佢哋嘅燒飯團。今晚點咗明太子燒飯團，微帶辣味嘅明太子加上脆口飯團。如果可以喺冬天食到咁就相當之理想啦。再講下呢杯巨型啤酒先。而家清邁同埋曼谷有唔少嘅日式食肆，佢哋都主打七彩繽紛水果味嘅啤酒，令到佢哋嘅餐牌更加色彩繽紛，食下就食慾大增。而我飲緊呢杯提子味嘅啤酒，佢哋以京都啤酒命名。不過如果你肯同店員玩呢個遊戲，杯啤酒可能有折扣，不過實在太戇鳩，所以我冇玩。整個重遊舊地清邁之旅就此結束，食物唔會比曼谷差，景點的確就比較小眾化嘅，但係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獨特嘅景色，值得大家去參觀啦。好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旅遊資訊。